在离开之前，我顺着他的肩膀，偷偷地往下看，却看见我娘躺在血泊当中。那只手，那只手。我发现这些石头，它们的闪烁是有规律的。你这个是什么法宝？是我们总坛的东西吗？不是。看样子，你这个法宝也许能打开这扇门。
以万物为刍狗。他们应该是黑心老人和合欢派的教主精灵夫人。哎，小心！没事。这个黑心老鬼，居然在盒子里面放蛊尸毒！放下你的执念吧，如今已不再是炼血堂独霸天下之时了。正是我派示威，方不得不出此下策。我何尝不知，局势紧急呀！你为什么不退后一步啊？韬光养晦，图谋再起，直到现在，你还要复活一只无法控制的邪神吗？我与枯心上人大战3日夜，始终奈何不得彼此，更身受重伤，才不得不隐藏在这地宫之内，苟延残喘。万一正教大举进攻，今日你我便要葬身此地。而你以为炼血堂一倒，合欢派还能独存吗？就算我全派覆灭，我也不愿意将本派的命运交到一只邪神的手里。你醒醒吧！你醒醒吧！兽神，昔日出生，10万大山千里南疆，顺承焦土。你以10成功力全力以赴，尚不能诺其万一。如今你修为尽失，若强行启动灵兽血阵，使用天书，你不等兽神复活，就会遭到兽神反灭，爆体而亡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
些年，你究竟将我摆在什么位置？门派大业，力量才是你的执念。我等了你数百年，却是我一厢情愿。我派造恶，衰微已久。为救我派，我无数教众披肝沥胆，艰朴后继。唯愿圣母明王垂怜苍生，怜悯他。沉睡千年的兽神之魂，在此召唤你，在幽冥的深渊中醒来吧，醒来吧！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，被玲珑背叛的恨意终于结束了。要是一名充满野心的人类，便赐予你无上的荣耀，成为我复活之后的第一个祭品。
持行诏，快走，灵儿！三生七世，虎斗阎罗，只为情妇，虽死不悔。灵儿，灵儿，虽然无法阻止你，至少能做到与你一起去面对。灵儿，我悔不该当初，我一意孤行，不听你的话。不要后悔，至少我从未。前世种种，雄图霸业，不过是一场虚无幻梦。虚无幻梦。
未能聚齐5卷天书，手中仅此1卷，便贸然召唤兽神，这造今日这祸患。与我归晋之后，本派弟子可各寻去处。地宫将永远封闭。至于天书，天意冥冥，自有定数。茫茫众生，谁是命定之人？千百年后，若有人拿到噬血珠，将再次开启地宫，亦必须继承我遗愿。金鳞清脆是血雾，有张小凡为我们打头阵，必定可以找到滴血头。原来这就是噬血珠，难怪啊！我不会把噬血珠给你的。这本来就是我们门派的东西。你不是要吗？我只不过是好奇看看。之前金羽说，它会影响你的内息。你是担心它会影响我的身体？我可没说啊，你别想那么多。之前我确实这么想过，可是就在刚才，我发现我可以控制它了。这可是炼血堂的圣物，你持有它，以后……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跟魔教教众……我也没让你跟魔教的教众怎么样嘛。我只是想问你，黑心老人的遗愿要不要完成？不可能。算了，他的遗愿不理也罢。铃铛燕，百花凋，人影渐收鬓如霜。深情苦，一生苦，痴情只为无情苦。可惜了金陵夫人，那么的精彩绝艳，最后却被这个臭男人给辜负了，痛苦一生，多不值得。可是他说过誓死不悔。哎，碧瑶，这个痴情咒到底是什么？咒文是我派自古就传下来的，据说是一位聪慧女祖师从天书中悟出来的。但是只能女子修炼，会让女子用一身精血化为力咒，威力绝伦。这哪叫什么痴情咒啊，应该叫做沥血咒。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使用它。一生总被痴情锁。我娘曾经说过，情到深处就是为爱牺牲，永坠阎罗也是无怨无悔的。
这轮回珠果然厉害啊！小凡和碧瑶到底在哪里？什么东西啊？是黑心老人豢养的妖兽，黑水玄蛇。你们看，蛇肚子！小凡，是小凡！快救人！小凡！别打他腹部，小心伤到小凡！天上灵光，震山峦沧海，伏龙鸾万兽。天上灵光，震山峦沧海，伏龙鸾万兽。收！金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雪姐，你没事吧？碧瑶和小凡呢？找也没用，他们早已葬身海底，或是被埋在巨石之下了。秦无言，信不信我把你千刀万剐？你就算杀我100次，他们的死还有你外公的死，也不可能逆转。今日，我要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。你留着他，还能解你外公身上的蛊毒。我相信小凡没死。找不到张小凡，是不是掉到海里面了？不一定落海。此处通道甚多，很有可能是逃进其中呢。这样吧，我去找找看。我也去。你待着就行了。曾叔叔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我还没说你呢。你自己冒冒失失的下来干什么呀？我不是让你留下陪着外公吗？哼。若不是你背地里和魔教勾三搭四，外公会变成这样吗？那你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？你不就是想要地下的宝物吗？小凡已失踪10多个时辰了，
你们别吵了。哎，雪琪，雪琪，雪琪，雨荨，我知道你在找什么，不如我们俩做个交易。不好，走。准备。小凡，鬼先生，你干什么？遵从你父亲的命令，当然是用张小凡作为复活兽神的祭品。不行，你不能复活兽神。无主，终于等到你现身了。张小凡，无需挣扎了，你体内至纯的阳派功法，对于兽神之灵的强大力量正是有用。乖乖做个炉鼎吧。这次的祭品，我很满意。小凡，走。小凡，小凡，你们去救人。
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